近1个月来，香港和内地股市波动异常，同时受希腊危机、香港经济增速放缓等内外部因素影响，不少投资者情绪复杂。一些互利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政策的落实也举棋不定。经历一轮股灾，未来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将如何发展？投资者又该如何取舍？本期香港传真邀请香港特区立法会金融服务界议员张华峰，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6月底至7月初，内地和香港遭遇股灾，令不少投资者在蒙受损失的同时，对未来该如何投资犹豫不决。在张华峰看来，此次股灾并非不可避免，也并非是國家經濟和政策上出了問題。我覺得呢個股災呢，事實上可以避免嘅。呢個股災呢，應該係人為嘅股災，並唔係因為呢我哋經濟或者政策上出現咗咩問題。咁如果原則上更加扯唔上嗰個希臘嗰個經濟崩潰嗰種情況，因為希臘呢，佢係喺歐盟嘅國家，對我哋個香港嘅即係關係就唔係好密切，而且你雙邊嘅來往嘅嗰個金融啊，嗰個甚至係貿易啊，都唔係太大嘅關係。咁佢只不過佔呢呢個歐盟嘅 GDP 係2-3%嘅啫，所以個經濟實體好細，唔可以引致香港同埋大陸呢次即係股票大跌嘅成因嚟嘅。對於此次內地股災，張華峰認為是過度槓桿操作引起，但香港金融市場成熟，這樣的情況如今並不多見。因為呢，即係嗰個股市大家睇得太好，就過度嘅借貸去買賣股票。咁呢個借貸買賣股票係經唔起任何嘅風險嘅。只要有人呢稍微篤一篤個股市下跌呢，即會起咗嗰個骨牌效應。咁呢個呢，我哋覺得呢個就唔係因為經濟出現問題，唔係因為我哋國家嘅金融政策出現問題，係一個即係話大家過度咧，即係去投機嘅問題，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人為嘅股災。咁當然啦，香港咧實行咧呢個自由市場嘅體制，即係亦都咧即係顯示出我哋香港個價值就喺度，因為我哋咧係喺個制度上嚇，喺個制度上，首先我哋就唔會令到咧嗰個股市太過嗰個槓桿化。亦都唔會允許嗰啲證券行即係以咁高嘅比例嘅呢個做孖展嘅方式去買賣股票。對於香港股市跟着內地股市大跌，張華峰認為表面上與內地和香港股票市場互聯互通有關係，但並非制度上的關係。關係呢，因為多啲嗰個國內嘅股民嚟香港買埋香港嘅股票。咁但係因為咧，即係國家喺內地救市咧，採取好多唔尋常嘅手段，令到咧佢哋冇辦法喺國內手上持有嘅股票去 realize， 即係去套現。咁所以就被逼咧就係香港可以套現咧，香港呢個市場就冇停牌嘅。咁所以咧就引致咧香港市場亦都係因為咧嗰個國內嘅投資者大量嘅拋售香港股票引致嘅。對於中央救市，有人認為是過度干預，不利於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張華峰對此有着自己的看法。我哋睇到咧呢次咧中央嘅嗰個政策咧，喺我哋嚟講係即係叫做違反咗自由市場一貫嘅嗰個做法，佢係非常之行政主導去干預。但係咧即係話，如果我哋諗到如果一個市場，佢係脫離咗正常嘅一個軌道，即係已經走歪咗個方向，因為個別嘅呢個原因或者嗰個股民嘅情緒即係去到一個比較唔合理嘅呢個情況之下，即係中央出手去救市即係令到個市場運作係正常翻嘅。呢個手法咧，亦都係唔可以批評為一個太過干預市場，但係呢種手法咧唔可以經常用。只可以喺特別嘅嗰個情況之下，只可以用完之後好快，即係穩定咗之後要恢復翻呢嗰個自由市場嗰種體制。張華峰一再強調，這段時期股市的震動並非因為香港和內地的經濟出現了大問題。
7月15日，国家統計局公布了2015年上半年的宏觀經濟運行數據。數據顯示，上半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9.68萬億元，同比增長7.0%。而在同月，香港大學的一份研究數據顯示，受外部需求減緩影響，香港第三季 GDP 預測放緩至1.7%。其實今年嘅無論香港嘅經濟環境同即係內地嘅經濟環境都有一定嘅壓力。我哋國家話要即係補七啦，咁大家都覺得政府做咗好多工作，但係咧即係我哋睇到個後果都係有好大嘅壓力喺度。咁而香港本身咧，佢係一個外向型嘅，而家個香港嘅經濟咧都有一大部分咧同內地嘅嗰個經濟係緊密嘅一齊，所以國內嘅經濟環境咧都會影響到香港，譬如嗰啲旅遊業嗰啲雙邊嘅呢個貿易通過香港出口等等都係互相有影響。所以今年咧整個香港嘅呢個經濟嘅嗰個發展係處於一個比較即係比較呆滯嘅一個環境咁，但係咧整體嚟講咧，我諗都唔會出現好大嘅經濟變化。對於未來的投資方向，張華峰認為，互聯互通給了內地投資者接觸海外金融市場的機會，從而形成更加完善的投資理念。國內呢個資金就好多嘅，咁即係喺以往呢，可能即係喺個金融產品就比較缺。咁而家經過互聯互通經過無論即係呢個深港通或者係滬港通呢嘅開通呢，佢哋能夠接觸即係海外呢個金融市場。對於佢哋能夠去判斷呢個海外嘅上市公司嗰種即係優質嘅股票，同埋佢能夠接觸香港呢種投資文化同埋管理文化，對佢哋國內嘅呢啲投資者係好大嘅幫助。我諗呢，即係假以時日呢，佢哋嗰個即係投資嘅個正確嘅理念就唔好完全呢將投資變成係投機嘅，咁呢種理念咧改正過嚟，我諗咧即係能達到我哋雙贏嘅局面咯。